那讲到花莲地动算长观光，县政府宣布振兴方案，对5月初10到11月底去花莲佚佗有抽奖，佮有奖励金。今另外一条，中央讲7月开始补助花东自由行，小店一间补助1000。即马传出讲，既然嘛有意咧争取，花莲业者是真不满，讲因这是真正灾区。 为着促进花莲地动了后的观光，花莲县政府是推出永续游花莲观光振兴4季，在5月70到11月30，无论国内外游客自由行还是团体去花莲旅游，拢提供抽奖还是奖励金。譬如讲，国内游客就会当抽电动汽车。花莲推出了新的一波我们自己振兴的方案，就是从5月10号开始，观光署的第1期，也就是叠加上来，所以我想这有加成的效果。国内游客去花莲自由行，到底合法理上含去3项指定旅游项目，都有机会抽电动车。若是6月到9月，国家要抽国内飞花莲的双人机票，国内20人以上的旅游团是答案会当上悬奖励5000块。国外游客自由行会当有在地体验活动含大小的拍摄，上悬拢是30美金。国外8人以上的旅游团是有答案上悬4000块的奖励金。另外，交通部拟定7月开始花东旅游补助，但做既然嘛想要争取来列入。花莲的观光业者嘛，烦恼游客走去台东，讲要来北部抗议，佮讲5月、6月都应该和饭店业者合作。花莲才是灾区，目前花莲全县旅馆的平均住房率还不到台东的1/10。补助聚焦应该要以花莲为重点。花莲跟台东在观光产业都受到相当大的一个影响，尤其是在交通的一个部分哦。那其实，在台东的部分，其实也面临到一个大量取消的一个困境。北东和东部的观光产业是规个密密麻麻，但是政府的补助伫花东应该按怎分配是意外引起讨论。不过行政院副院长地文灿找三讲，应该会对6月就开始旅游补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